你以為三文魚一定可以生食？老實講，全國至少有90%嘅消費者同你一樣，以為全部三文魚都可以生食。南方都市報最近一條報道指，唔係全部三文魚都可以生食，更誇張嘅係，市面上大量外觀一模一樣、價格差唔多嘅三文魚，有一啲符合國家可以生食嘅標準，有一啲卻只適合加熱後食用。南方都市報講得好清楚，市面上好多所謂嘅三文魚，本質只係普通嘅冷凍水產品，並唔符合可生食嘅國家安全標準。2025年，中國三文魚行業進入高速增長階段，市場規模接近17萬噸，成為全球增長最快嘅消費市場之一。數據指，2025年前10個月，中國三文魚進口量約為14.4萬噸，同比增長超過40%，其中挪威來源佔比約70%，穩居第一。隨住進口量上升，三文魚整體價格較前幾年有所回落，消費門檻下降，三文魚從高端餐廳食材逐步走向家庭日常餐桌，新零售、電商平台同即時配送嘅普及，使刺身即食三文魚消費場景明顯增加。消費者對刺身級可生食嘅認知仍然存在明顯信息差。你喺街市或者超級市場，甚至線上平台買翻嚟嘅三文魚，顏色橙紅，切得好靚，甚至真空包裝，你就默認開袋即食。但現實係，真正可生食嘅三文魚必須符合國家標準 GB10136。GB10136 代表乜嘢？代表對原料來源有要求，對寄生蟲控制有明確規定，對冷凍處理、冷鏈過程有硬指標，對微生物安全檢測全部都係底線。一句講晒，冇 GB10136 就唔可以隨便生食。南方都市報記者分別喺泡泡超市以及其他平台購買三文魚作對比。泡泡可生食三文魚明確標注執行 GB10136，其他平台雖然部分產品係刺身級，但細體標籤並非 GB10136。某會員超市早期部分三文魚產品標注開袋即食，依家好多已經改成需加熱後烹飪食用。泡泡超市上購買嘅三文魚顏色橙紅自然，紋路清晰，有明顯嘅魚油香，帶清新海水味，附送刺身醬油芥末，一睇就知真係為生食而設計。以後買三文魚記住一句，靚唔靚係其次，可唔可以生食，首先睇國家標準，認準 GB10136，你先有資格講刺身自由。當越嚟越多消費者開始認準國家標準，開始睇清標籤，開始為安全同品質埋單，行業自然會向好嘅方向走，食得安心，買得明白，呢一個先係中國消費升級最真實、最值得驕傲嘅一幕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